繼續玩下咧，有啲嘅警世嘅歌曲啊。嗰陣時有啲唱警世嘅歌曲咧，邊個唱得最多咧？許冠傑都係嘅，許冠傑都唱好多警世嘅歌。咁啊，另外一個咧再平民啲啊，平民啲嘅歌手咧就係尹光啊，唱咗好多警世嘅歌曲。咁啊，其中一首咧都應該幾多人會聽過嘅。追夢，其實我早知道係那冇用，不過暫時我為着掛住條龍，想到舊時我大有錢財富，不應拋棄了寬容。我自想紅白日冷漠都無人憐憫，想話跳出馬路來明心震心痛。我慨嘆都全無用，山崩海嘯地老天荒還未拋，只盼冇條龍我對住條龍就嘆一聲心痛，骨中仲有條腰都算算痛。我覺得雙眼實有幾分紅，喉嚨有啖茶湧共。我望你俾張石子我做龍，條龍就會飛上天空。唔追唔打頭痛不皆因這下度兩界空，我還望你俾張石子我做龍。冇警世咧，吸毒真係唔要得啦嚇！一沾染一個咁即係令你毀滅人生嘅一個習慣咧，咁速就戒咗佢啦，遠離佢就會好啲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再踩深啲咧，更加做下啲非法勾當咧，仲更加慘啦。咁啊，隨時係點樣咧？我出冊就真開心，若手把黑都亂暈，速歸家見父母親，我立即走去會情人。勁嗨金曲頻道，我哋專注玩80年代音樂，歡迎各位朋友訂閱。